Hello，各位家庭，大家好啊！好耐冇見啦喎，你哋一家點啊？螢火蟲家庭呢，喺復活節呢段時間，為大家預備咗連於你10天嘅體驗喎。復活節家庭連於你10天嘅體驗係啲咩東東嚟嘅呢？就係俾你同你嘅家人一齊經歷同神連結嘅美好，得着從上而嚟嘅力量同埋更新。呢個目標咧就係喺復活節前後有10日嘅時間，你同你嘅屋企人一齊同心去親近神，建立一個好嘅屬靈習慣。你可以邀請你嘅家人同你住嘅又得啦，或者咧已經分開咗住嘅又可以，甚至乎佢已經去到地球嘅另外一邊，你都可以邀請佢，藉着螢火蟲家庭為你預備嘅呢10日嘅經文同埋禱文，去一齊親近神，彼此祝福。好啦，如果係咁，你就一齊嚟，今日就係第1日啦。請各位家庭成員揾一個舒服嘅位置，放低手上嘅一切，而且將心裏邊一切嘅掛牽交託，調整我哋嘅呼吸，慢慢吸，慢慢呼，放鬆我哋嘅身體。喺心裏邊呼求神，求你開我哋嘅眼睛、耳朵，求聖靈幫助我哋。第1日嘅經文係嚟自以賽亞書53章5節，我哋會讀3次嘅。聖靈喺我哋嘅中間，幫助我哋嗒真啲，體會到、聽到、感受到神同我哋講嘅話。因他受嘅刑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嘅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。因他受嘅刑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嘅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。最後呢一次，我邀請大家同我一齊讀啊！預備起，因他受嘅刑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。讓我哋同心禱告。親愛嘅主耶穌，你為咗救我哋，忍受被出賣、凌辱、離棄同埋鞭傷，我哋衷心感謝你，求你加添力量俾我哋，讓我哋能夠堅持到底，咁背起十字架去繼續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完咗呢一個祈禱，我想邀請你哋家人之間可以彼此分享你哋剛才嘅領受同埋得着。聽日再見。